50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1章，第1章，其他的版本咱请看银幕。以弗所书第1章第1节，对上帝的旨意，做基督耶稣的使徒保罗，批寄予点以弗所遮的圣徒，忠信伫基督耶稣的，愿因对咱的父上帝，甲主耶稣基督得到恩典平安。愿咱的主耶稣基督的上帝，也是伊的父，得到懊恼。伊伫基督捌赏赐咱伫天里逐项属伫神的福气，就是照伊创造世间的大成，伫基督敬咱，互咱伫伊的面前诚做圣，无通嫌。依照伊的旨意所欢喜的，用仁爱大成定着咱对耶稣基督得到做囝来归伫伊，互伊恩典的荣光得到懊恼。这个恩典就是伊伫所听的囝赏赐咱的，点伫伊，咱对伊的血得到赎回，赦免罪过，照伊恩典的富有，伊将这个恩典用各样的智慧甲见识，赏赐咱到满满。已经互咱知伊旨意的奥妙，照伊的好意，就是伊伫本身所大成定着的，要伫这个日期圆满的时，设法互万物，无论伫天里的、伫地里的，拢伫基督来合一。第11节，点伫伊，咱也诚做家业，就是大成受定着的，照迄个趁家己的旨意，行万行有的意思。要互伊的荣光对阮大成仰望伫基督的人得到懊恼。点伫伊，恁也已经听见真理的道，救恁的福音。既然信，就点伫伊有受所应允的圣神吸引，伊就是做咱成职业的准当，到上帝所得到的业赎回，互伊的荣光得到懊恼。第15节，因为安尼，我既然听见恁中间伫主耶稣的信，甲显出伫正圣道的仁爱，就为着恁感谢无煞。祈祷的时少念恁，求咱的主耶稣基督的上帝，荣光的父，赏赐恁智慧启示的神，来亲捌上帝。恁的心目得到光明，互恁知伊照人所仰望的是怎样。伊的业伫圣道中，荣光的富有到怎样？搁知伊的权能，伫咱遮的信的人大到怎样？照以前所捌行伫基督大权能、大快乐的功用，互伊对死人中过活，伫天里坐伊的大屏，盘过拢总办正事的、掌权的、才能的、治理的，甲一切所号的名，毋但伫今世，也伫来世，拢搬过远远，搁互万项
有幸福伫伊的骹下，佮将伊做管万有的头来赏赐教会。教会是伊的身躯，伊所充满的，伊也是用万有充满万有的。以上，这时咱要来请本堂的主任牧师郑正仁牧师来讲道。伊的题目是“教会是基督的身躯”。咱同心来祈祷，慈悲听当巴别上帝，伫旧历新春的时阵，愿献上愿满心的感谢。伫过去这段时间，你带领阮家庭好的聚会，好的三角团聚，也会当出外伫遐来旅游，也会当访问探访遮的亲人朋友，拢得到平安，献上感谢。伫主日阮阁会当有福气来敬拜你，求主你赏赐阮有谦卑、敬虔、顺服心，要来领受；赏赐阮有属灵的智慧，开阮的心门，互阮会当明白。阮来祈祷恳求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平安。今仔日则旧历初十，所以有缘伫即所在祝大家新年快乐。希望伫咱过年中间，咱厝内人有好的三个组织做伙，会当去探访平常时较无咧三个做伙遮的亲人朋友。希望咱拢过一个真丰丰富富的即个新春的假期。当已经校嘛，明仔载就开始啊！咱公司真侪拢已经上班啦，我想咱逐人的心爱收倒转来，会当开始咱正常的即个生活伫咧。当咱伫即个每年中间，咱有5月甲10月，咱有伫灵命操练，咱也有即个2个月一摆的即个福音主日，咱嘛有一寡主题，咱用无共款的一种方式伫咱的讲道中间来呈现出来。咱逐年中间拢有一个圣经有关圣经的一个参考伫咧。不过咱无参像以前咧行使徒行传，咱逐章逐节来看，咱是用较宏观的迄种大局方式安尼来看。像咱今仔日咱就看有所书是看规章的，所以规章的时阵，这圣经则拢有230，这230安怎甲念做伙？即个保罗伊早时写的即个批中间，伊的即个概念安怎咧行？咱用即种方式要来看即个有所书，所以逐摆大概是一张安尼看过的方式。我相信有是无共款的领受，咱嘛毋望咱每一人拢会当明白，咱的即个上帝即个话语内底有真丰丰富富的即，你嘛使中间经100尔会当讲一篇的讲道，但是咱是要用宏观的方式来看时，就是个规章安怎甲念做伙。像保罗写即个批示，伊到底是啥物概念？伫遐咧写即个批示哦，有所即个教会。所以咱准备用6个礼拜日咱要用有所书，一日中间有讲到一个概念，就是即个教会。所以，比如咱看伊今仔日要看伊讲教会到底是啥物是教会？教会要来建设，要咱来起造教会咱中间的即个基督徒咱的生活要安怎会当显现出来？但保罗伫即有所书中间，伊是伫罗马的即个家的中间伫遐所写的，也有讲到即真侪上帝即个奥妙伫咧。上帝将即奥妙透过保罗伫遐来讲出来。头前伊有讲到讲上帝安怎伊咧竞选咱百姓，甲伊的救赎，甲咱去讲到，咱即百姓是安怎受竞选着？是跟咱家己的意思呢，还是上帝来警调伫咱咧？然后伫这福音要咱伫地面上会当继续落去，就是透过教会组织。所以这教会是遮个受调，遮个百姓来组织做伙一个。然后咱遮个百姓，咱伫咱的生活中间，咱常常拢有一种应该有安怎表现，有啥物精进伫咧？即所在变靠信心来帮衬，以及最后就是讲，咱要安怎伫基督内底会当同归合一的，会当来合一。这是即个圣经，才是伫今仔日咱所看第1章的第10节，迄就是整个有所书的即种精神，伊的主题就是即个所在，就是有所书所写的即个主要的即个内容伫咧。有所教会毋是保罗所起造的，但是保罗捌伫迄个所在有3年的时间，伫
伫遐用真侪精神，伫遐甲即个教会甲起造起来，然后伫迄所在牧养遐信徒，搁伫迄装备因才领受伫咧。咱来看使徒行传，咱看伊头一摆讲到幼所的时，是有一个阿波罗，捌伫幼所所在，伫遐伊对即个圣经教士不知话，然后开始伫遐来教示这会友，但是毕基拉、阿古拉伫遐听见，因知影讲，即个阿波罗敢若知影到伫行水咧约翰会洗咧那定，啊未进到伫即个迄个主耶稣的即救恩的即所在，所以伫遐甲伊考讲了时阵，咱知即个即个伊去到伫尾啊到伫哥林多教会时，伫遐所讲的也证明讲耶稣就是迄个基督。所以表示即个阿波罗伫迄个所在有听入去所想的，迄是迄个所在有讲到即个幼所。然后保罗伊要转去中间，转去到伫即个海外宣教时，有经过即个幼所，就伫迄个所在留3年，伫遐来建立即个教会伫。今仔圣经在内底头一节伊写讲，配教互点幼所遮的圣徒，忠信伫基督耶稣的。但是有诶即个查考内底有抄本中间无点伫幼所的即几字伫，所以表示讲，即个甲伊摕条印象讲配教互遮的圣徒忠信伫基督耶稣的，所以即张批咱毋是干那参像写互幼所尔，是要写互所有整个的教会，嘛包括伫咱的教会，伊是写互咱个人伫遐来看的。先来看伊伫第1章的中间，伊所要阐明是甚物？种教会存在伫即个地面上，就是有这信徒，这信徒为倒来？原来信徒是受调来的，受调的呢有受到真侪，而且属灵的即个福气伫咱的心上。那照伊个时态来看的时阵，这福气，这属灵的福气，毋是讲未来再得到，是已经得到的。这毋是咧讲到未来，而且应允甲期待呐，这是已经伫遐来发生的。这福气到底包括啥物件？伫第6节、第4节到第6节、第7节中间拢有讲到，这包括3项上较重要，就是正性。第4节后壁伫，互咱伫伊的面前正做性无通嫌，正做性格无通嫌的。到第5节时，佫伫迄个所在讲，得到做囝来归伫伊，就是咱有正做囝儿的即个名分伫咧。到第7节时，伫遐讲得到赎回，赦免罪过，因为伫伊的血，对伊的血，咱得到赎回，赦免得到罪，赦免罪过伫咧。即3项就是咱伫遐信仰中间定咧追求的。咱真毋茫将这上帝的囝儿的名分，咱到底要做到安怎才会当互称作上帝囝儿？讲毋免你囝仔受调啊！上帝就是要互你做伊的囝，但是咱的身份无够要安怎？因为咱是罪恶满满的，咱的罪就得到赦免，用主要说保护咱得到赦免，所以罪过得到赦免，然后咱就诚做圣，无通嫌。你来当活伫主耶稣，活过主耶稣，这就是福气。这是属灵上的福气，咱免做甚物，咱只有单单的活过主耶稣，咱就会当得到安尼。是要甲咱讲的是讲，咱这信徒就是受调，有诚这个福气伫咧。咱为什么让得这个福气？毋是咱特别生了水啊，是咱特别，敢若讲咱是较好人共款的，无，这是完全是恩典的关系，是主耶稣。上帝伫主耶稣内底所赐的即个丰丰富富的即个恩典，即个恩典呢是安怎来？是用各样的智慧甲见识，伫遐享受有满满伫咱中间，也是透过主耶稣，透过伊所想会听的囝，就主耶稣享受互咱的，互伊的恩典会当得到阳光，会当得到学乐。也是讲，咱人若受调，诚做伊的囝儿，然后咱显明出来是诚做是新造的人是上帝的名会当得到阳光。上帝伊会听伫咱的中间，警告咱的心嘛，要照着咱，互伊的名会当得到阳光。这是即个上帝调着，呼召咱的即个主要意思伫。所以最后的目的是啥？就是正到第1章的第10节，你讲，互万物不论伫天呢，伫地呢，拢伫基督来合一。整个有所思的中心点，就是伫个所在。
安怎伫基督内底会当合一？不管伫天顶也好，伫地面上也好，即个教会四散伫大所在呢，拢伫基督内底会当诚做合一。即个合一是上帝本来就是照着伊的好意，是因为伊的好意，咱才有办法伫遐合一。也上时原理来启示，即个是一个奥妙，咱人无一定会知影，但是上帝要互咱指明讲，即个嘛一定会成的。日子若圆满的时阵，就一定要实现的。当然，咱遮的信徒会当受调来的时阵，最后结果是就是要达伫主内底会当合一。合一的意思是啥物？就是咱诚做上帝的基业、家业一个吼。法务办讲得着基业吼，我们得着基业，基业家业的意思是安怎？就是讲是上帝的财产啊。咱何等的荣光是上帝来认定咱诚做伊的囝儿，佮诚做伊的财产，伊甲咱保护着。咱人在咧保护咱的财产呀，上帝就安尼甲咱看做是伊的财产，看做是伊的基业，所以伊就伫迄所在来咧保护咱。这毋是因为咱好，毋是因为咱敖，也毋是因为咱安怎，是因为上帝大圣就定着安尼啊，定着安尼，伊要安那要将这个事，这原来是第十在是安尼讲，这是大圣受定着的，照迄个趁家己的旨意行万人有为的意思。上帝本意就是要安尼来行，所以咱就要听见迄个真的道理，来救咱的即个福音。因为咱受着伊来警调时，咱爱做步下，原来咱就要去注意听上帝的话语，迄个真理。然后咱搁来领受所应允的即个圣神。因为这圣神就是咱的保证书共款，咱若互赎回，就当因为安尼，咱就当赎回，诚做上帝家业伫咧。也讲，互伊的阳光会当得到学乐。这整个的代志是要甲咱知影讲，咱会当百姓，咱诚做上帝囝儿是上帝恩典，伊警调咱，伊警调咱的时阵，咱本来是无够格。但是伊称呼咱做伊的囝儿，佮伫互咱的罪得的赦免，然后咱就诚做圣的，无通嫌的。这为着要啥？为着要上帝的名来得到荣光。若是安尼的时阵，咱人嘛是要努力，咱爱努力到安怎？咱来看见讲，咱人爱成长，成长内底包括一个咱要有听心。保罗就为着有所教会的这百姓有这听心伫遐来感谢，因为伊看见已经成长，因为上帝点伫因内底是因伫遐改变，诚这是新造的人有听心来。佮因为安尼的时阵，是因为因真正知影，所以保罗伫遐求讲，将迄个想使人智慧，想使恁智慧启示的上帝会当亲捌来认捌上帝。保罗伊真正亲捌。伊伫遐佫讲，你目睭若看袂到的时阵，你内心你的心目嘛会当知影。保罗家己经历过讲，伫路上去互主的光伫遐照伊，变青面，颠倒伫青面这3工中间，伊领受着上帝的心意伫咧。所以人咧看，毋是用目睭咧看，是用心内目睭咧看。所以伊伫遐来讲，恁的心目得到光明，互恁知伊吊人所仰望的是怎样。保罗真正是伫迄个所在来知影，人的目睭看袂到，但心中目睭会当知影。即知影就知影讲上帝恩典有何等的大伫咧。耶稣对保罗的即个呼召是要去传福音，会当救搁较侪人得到救恩，会当将一切正信的人当得到家业，就会当来诚做上帝产业。共款，即个物件嘛轮到伫咱的中间。所以保罗伊爱信徒来明白讲，伊的即个家业伫圣徒中间的阳光会布有到怎样，就是爱把握咱的上帝所享受咱的属灵的家业，诚做上帝，咱爱诚做上帝即个财产伫咧。保罗伊嘛也求咱会当，互伊的即个权柄，为甚物上帝会当有即个权柄呢？因为上帝有即个能力的，即个能力安怎来证明的？就是伊互耶稣对死中国活，佫会当坐伫天的即个大病伫咧。即个大病的困难是真非常的大伫咧。咱
求上帝会当将即个大气力会当临到伫咱每一个人即个中间的。所以保罗伊伫即幼所书第1章的头前时开始伫遐来讲起，咱会当伫教会中间上个自己做，是因为咱受调。这受调是因为上帝恩典伫咧。这恩典伫，因为咱人本来就是有罪，但是上帝恩典，透过有恩典，互咱真做上帝囝儿，佫会当互咱罪得的赦免，然后佫会当真做圣，无通嫌。所以因为安尼，要互上帝的名会当得到荣光，所以咱人就要成长，咱要有疼心，免惊，因为上帝有能力要帮助着咱。但这个拢形成了时，这信徒就是安尼时，要安怎？甲基督要安怎来产生这个结连一个？原来所在就是伫遐来讲，基督是教会的头啦。咱这个会友三个组织做伙伫教会中间，有一个头，这头是啥物？就是基督。伫遐来说明讲，这个基督是啥物？伫腓立比书第2章第8节到第11节伫遐讲着讲，耶稣伊顺服到伫死，甚至死伫十字架。佮伫遐继续讲，当伊死中国外是上帝高升伊极悬，显示伊的名搬过万有的顶面，互伊毋若伫天呢，伫地面，就伫不管伫倒位，伊的名无一个骹头毋拜伊，无一个喙无称呼伊基督，耶稣基督做主来荣光上帝。伊伫遐将基督最真好解释伫遐来。伫腓立比书伫遐讲，所以伫以弗所书伊嘛安尼讲，第1章的21节到22节伫遐讲，所以基督搬过拢总办政治的、政事的、掌权的、才能的、治理的，甲一切所好的名，毋若伫今世，也伫来世，拢搬过远远，佮互万项有幸福伫伊的骹下，佮将伊做管万有的头来赏赐教会。最后，咱看见讲，信徒伫教会中间安怎甲基督连做？因为基督就是即个教会的头啦。即个基督是啥物？是上帝所差拣来伊的所听的囝儿。伊是毋是地面上遮个办代志、遮个政权、遮会当下面比较？无伊搬过迄个真侪伫咧。咱若挖靠着伊做咱的头的时候，伊就充满伫教会中间。所以到伫最后，进到伫23节底下讲，教会是伊的身躯，伊所充满的，伊也是用万有充满万有的。这就是保罗伊伫遐要安怎，互咱知影教会甲基督的关系，以及甲信徒的关系。原来这信徒就是啥？这教会就是这信徒所结连做伙的。这信徒是受上帝来敬调的，上帝照着伊的恩典来敬调伊，本来是不配的。但是上帝称伊做上帝囝，然后佫互伊罪得的赦免，互伊会当无通诚做圣洁无通嫌的，然后就三个主去做伙诚做教会。这教会需要一个头，啥物叫做伊的头？基督做伊的头。基督是搬过地面上天顶，这所有拢一切拢搬过，所以伊做教会的头。所以咱教会要互要基督来充满伫咱的这个中间，这就是保罗所要强调的，然后强调到伫基督的身份，知影咱来看教会的身份是基督的身躯。保罗伫真侪所在拢伫遐来披露，罗马人书也好，哥林多遮拢讲到咱的信徒伫教会中，就是迄个身躯中间的机体啦。你真可能就是迄个目睭，真可能就是手，真可能是骹，啊是这机体中间一个这结连做的是，就诚做教会即个身躯。所以教会无可能是干来讲。有一个建筑物就是一个教会，啊嘛无可能干一个人、两个人俩，乃是遮个人的综合做伙。某人伫遐讲，毋知会当用啥物言语来描述教会？教会到底是啥？大家就开始想。有人讲，教会就是一个建筑物顶头一个十字架。人讲安尼袂使啦，迄个蒙阿波就拢是啊，蒙阿波就拢哇，一个建筑顶头是十字架哦，所以这毋是。啊，到底是安怎？啊，是毋是干那一个？起造物安尼就是要有一人讲，伊感觉教会就是啥呢？有一群人伫一个真固定的时间，到伫一个固定的所在，伫遐做固定的代志。敢若有淡薄仔哇，咱就是安那，即基督徒啊，到伫这拜堂，这是咱的教会，迦南教会，然后咱就伫这所在礼拜日到，然后咱伫这所在10点半，咱就开始说礼拜。
你敢有影是安尼会表述噶？教会敢有影是安尼？我相信教会绝对毋是遐尼容易，但咱三个来讲，教会原来就是讲一个信仰。咱相信主耶稣是咱的头，咱是伊的身躯，教会是伊的身躯，咱是伊的肢体。这个肢体要互相伫遐发挥作用，结连做伙，然后听到即个教会、即个头的即个心意伫迄个所在来行。虽然看伊的关系乃是安怎，教会就是甲基督的关系是身躯甲头。头伊要听、要保护即个身躯，就是保护咱的教会。但是教会爱安怎？爱顺服，爱尊荣咱的头。那咱是信徒，信徒就是即个身躯内底各个即个肢体一个，咱这个肢体就发挥大功能，互即个身躯会当臃肿。啊，无身躯就是破病的时，要安怎会当用光即个头？无办法用光伫即个头伫咧。身躯若臃肿的时，才有办法互即个头来得到荣耀。但咱渐渐会用愈来愈清楚。教会是安怎形成？就是这个会友这信徒所形成。这信徒是受调的，伊出伫恩典受调做伙，结连做伙要创啥？要荣光伫即个头啦，就是基督。但是人看会到咱的，拢是看到表面尔。有人真侪来访问咱教会，因哇，恁的教会足好，为地下室一直到八楼，拢都是恁的空间。因普通教会拢出现即个空间无够的即种问题伫咧。就爱共一个所在，安尼时间出来切其他伫遐来玩，哇！恁有遮大的即个空间通使用，咱的教会是安尼上，是互人感觉讲啊，恁看起来真舒适，啊有真侪人伫真侪空间会当使用，安尼若定甲？无，教会是要看咱内在是啥，身躯就敢身躯共款，咱看一个人是毋是敢看伊身躯外，看起来敢若袂歹的身材啊，袂歹安尼看啊好啊，但是伊内底若全变了要安怎？真侪癌症、啥物器官无好是咩？安尼就袂当成做一个真健康的人的。教会也有安共款，身躯是看的是外口，但是内在的思想咧，内在的情感，内在的理性，内在的个性、性格，内在的这个灵魂到底是安怎？咱无办法对外面会当看会出来，但是内外结连做伙，才是成做一个整全的人伫咧。若无时就无整全伫咧。所以咱咧看的是毋是敢若看外观，咱得看内底到底是共款。人咧看教会是嘛是共款。咱知影教会若无尊主最大时，啊无顺服伫即个头的时阵，咱就袂当称作是教会圣经中间的迄个教会。我相信咱真侪人有即种经验，咱要看伊讲有的教会即风评足歹，毋是讲迄个教会起了无水啥，伊是完全无见证，内底伫迄所在斗争，伫遐纷争，一直伫分派，然后哇就足奇怪，讲也毋是咧讲，也毋是咧敬拜上帝共款，迄个敢诚做是教会噶？迄只不过是一个人伫一个固定，一寡人伫一个固定所在伫遐聚会若定，因为因无尊主最大。基督毋是迄个教会头的时阵，就毋是咱所咧讲的即个圣经中间的即个教会。而且要甲咱强调，保罗伊咧强调就是讲，这信徒三甲组织做伙，出伫恩典组织做伙的时阵，形成教会。即个教会要有一个头，这个头就是基督。基督要听即个教会，教会要顺服伫基督，教会要应用伫上帝。安尼敢若无关系共款，毋通袂记，咱人是即个教会中间的肢体。当这个肢体拢结连做伙时，这个身躯才得到完全。当这个肢体拢结连做伙时，这个肢体若拢发挥，诚做是一个有功能的时，这个身躯才是诚做一个健康的身躯。对内到外拢总是。所以外在的身躯的这种教会，要安怎样达到内在真实的这种基督，互人会当来认捌上。咱已经讲起，教会就是身躯。头是即个教会，即个身躯的即个头。人安尼看到咱的时阵，是看到是一个外形啦定，但是即个头有影有咧，咱人即个身躯有真正咧顺服着即个头啊无？你会当安怎显明出来？互人会当安怎伫迄所在来认捌？外在身躯的教会，要安怎样表达内在的基督出来？
这是伫个所在，咱来努力的。咱常常讲，咱诚做信主以后，咱洗礼了，咱就诚做新造的人。新造的人讲，我现在咧活，不再是我咧活，是基督伫我内底咧活。敢有影真正是安尼？若是咱照咱目前的即种有侪人，咱基督咧活出来，敢是即种型，颠倒互咱感觉真见效的咧。所以到底要安怎会当伫遐来表示讲，咱基督真正是伫咱内底咧活？毋通袂记咱今日最后一节伫遐讲，教会是伊的身躯，伊所充满的，也是伊用万物充满万物的。意思是讲，你要安怎会当看在这基督是着，你有基督伫遐来充满无？这教会是伊的身，是基督的身躯，是迄个充满万物的所充满的，有真正安尼充满无？基督已经充满万物，伊嘛要充满伫咱教会中间。教会安怎如何会当互基督来充满？教会安怎来显明讲基督已经充满伫咱中间？咱家己教会目前咱较侪教会拢会当表示讲，伊毋是诚做内顾的一个教会，就是干咧顾家己那点。啊，入来遮咧，逐拢兄弟姊妹真好安尼，逐个拢哦真听伫咧，但是出去外口以后，啊，遮拢无熟悉，这毋是咱主内，所以这甲咱无关系。迄就是咱所讲的内顾，干那顾咱内底那点。过一个外展外展的这种教会是啥？是礼拜煞时才开始的。出去外口以后，遮拢是咱的合唱伫咧。遮就是咱来去关心的，不管是传福音互因，还是听因，啊来关心着因，来帮助因的，遐才是咱的教会伫咧。这就是外展的这种教会伫咧。咱真毋茫，咱教会不但是一个内顾，嘛是一个外展的这种教会伫咧。要安怎互外面的人看出来讲，恁即个教会真正就是基督充满伫恁内底，因为恁所显明出来就是这种款。咱真努力，咱的即个努力伫即个社区的即个部分，咱伫旧年中间，咱有办即个社区报。啊，咱旧年咱嘛阁有一个是即用戏剧演戏的方式，伫遐来传福音。啊，迄咱旧年是干那伫咱教会中咱来演，咱要知影讲用即种方式，毋知会当伫外围接受，伫外面接受的即种程度到底是如何？咱感觉讲已经是应该是会使，所以咱伫今年中间有要对外一个演剧的方式伫遐来报道。社区报是讲，咱互咱住在即个社区中间，会当付出讲咱对因的关心，会当诚做即个报纸会当替因来出声，替因来讲话，会当将一寡好代志、好消息会当互因知影。咱才出第二集啊，所以咱当然也袂达到即个功效伫咧。但是即个是咱的心意。咱要安怎教会伫即中华路所在，要安怎甲即个所在会当有即个互动伫咧？咱以前嘛捌做过中华路之美的布伫即个中华路，互伊伫现代就是有即个气氛伫咧。即所有咧做，还是讲咱有食物银行，咱有双联大学，咱做真侪代志伫，咱有即志工大队等等，遮咱是伫咱的毋茫伫咱的社区中间，会当互别人来知影咱。所以咱定出来有一个三个阶段，头一个讲人捌咱，第二认同咱，第三咱影响因。咱有办法影响伊无？就是伊爱互咱，伊会当看出来讲，咱有基督充满伫咱中间。咱毋知当思考，特别咱个社区的即个牧师伫咧，表示讲咱教会非常注重即项伫咧，按照外地会当将即个福音照着种种方法来传出去。但是，搁一方面来看因，咱拢咱个人咧，咱每一个人拢是教会中间一份子，咱毋敢想讲教会得安怎安怎，咱家己有安怎无？咱拢是基督身躯中间的肢体，咱要安怎互基督来充满？咱要安怎如何来荣耀基督？互人知影讲，咱是属基督充满伫咱。咱已经是3年前，咱已经提出来一个叫做迦南文化伫咧。咱若搁行伫2楼行最新，迄个壁顶头，咱已经搭特别三年啊。咱毋知有去注意到迄顶头所写，咱可能拢搁背出来，叫做真干给，然后创新、和睦创新。啊，内底咧讲咱要强调的，甲要对抗的，咱毋知有去常常去注意看无？咱来强调是啥物？咱来对抗是啥物？
咱若出去看外口迄个壁顶头有拍圈圈的，就是讲哇，这是好的，咱来强调的；拍叉叉就是咱来对抗的。咱那看哇，原来遐要对抗物件，差不多就是咱常常会去犯着的。像是伫真实的时阵，伫遐讲着安那虚假啦，啊是巴结啦，啊是遐传些八卦的话伫咧啦。感恩的部分呢，像咱常常抱怨、埋怨啦，讲一寡无好的想法、无好的话啊，骄傲啦，啊，即个要互人的部分、歹的部分，就讲自私啦，啊是真冷漠，啊拢要求，啊是家己安尼自怜。父母部咱常常有冲突、有论断、批评、有八卦遮，创新内底安那无要长进，啊悖逆，都无爱顺服，啊甲贫惰，这是拢无好的。这讲到这无好，啥物咱想，着我部分安尼无。但是强调是安那，真实内底强调讲，咱的正直、咱的忠心、咱的诚实，咱要有责责一个。感恩的内底讲，咱毋有常常祝福无，有好的想法、好的思想无，讲好的话、造就话无，啊有谦卑无。要互人的部分，咱毋有付出关怀、有服侍、有付出甲分享无。和睦的部分，咱啥物和平、亲密、互动甲柔和、柔软无。创新的部分讲，咱毋常常咧改革、成长、受教、积极啊无。咱要安怎互人看出来讲？基督充满伫我即个机体内底，会当安怎显明？啊是讲咱感觉无信，咱要安怎互基督会当充满伫咱内底？毋茫伫新的年开始的时阵，互咱来思考。咱拄仔看见以弗所书的时阵，保罗伫遮非常清楚写起讲，这个受调的人是出自恩典、组织三界做伙是一个教会。这个教会就是一个身躯，伊的头乃是基督。这基督是上帝囝，伊屈家伊家己到伫地面上来，是要互咱会当倚靠着伊来得到恩典。当伊要充满伫咱即个身躯中间，咱这个身躯在顺服着伊，会当荣光伊的名。咱要安怎来荣光伫伊的名？要安怎互伊即个充满？个人是安尼，教会嘛是安尼。望新的年开始的时，咱认真来思考这个问题。圣经中有真侪教示会咱来学习，若无咱至少咱的家人文化嘛是真浅明，互咱会当知影咱所面对爱去抵抗的是啥物，以及咱来强调到底是啥物。愿上帝祝福伫咱2024年所行当荣光伫伊的名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主，阮感谢你，互咱伫旧历的新年的时阵，就会当来伫即面前来敬拜，也领受你的话语。对以弗所书，阮阁一摆来学习。保罗早时写有以弗所教会，甚至是写有所有的教会，伫遐来咧提醒，阮会当真做上帝囝儿，会当做得到赦免，会当真诚无当嫌，是因为主你的恩典的关系。为着什么？为着要伫基督内底会当合一，会当荣光伫主你的名。当阮遮人三个组织做伙是形成一个教会，教会就乃是基督的身躯。基督是即个教会的头，阮教会就要顺服伫基督，让荣光伫即个基督里，互上帝主你就保护看顾阮遮个集体伫咧。当阮伫2024年开始的时阵，求主你引带带领，阮能确实会当成做一个互主充满的人，互阮会当显明出来，就是主你真正伫阮的身躯中间，阮的教会也共款，顺服伫阮的头就是基督。会当显明，阮的教会就是属于主来咧充满的，伊祝福甲带领，伊献上阮的感谢甲恳求。这时阵，阮要用读圣经来告别阮的信仰。我信上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。伫本顶变到人来受苦，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，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名。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是圣神，我是圣公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做赦免肉体过活，永远活命。阿门。
阿免。